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Vivian 楊秀慧。我啱啱生咗第三胎，而家係3個小朋友嘅媽媽啦。好多人都問我，啱啱生完 BB，點解身形同狀態可以 keep 得咁好，一啲都唔覺得攰？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係點樣喺懷孕期間做到長胎不長肉嘅。好多媽媽喺懷孕嘅時候容易覺得肚餓，特別係中期同後期。其實係 BB 話緊俾媽媽知，媽媽我肚餓啦，你快啲去食嘢啦。喺懷孕期間，媽媽嘅身體需要更多嘅營養去支持 BB 嘅成長，尤其係優質嘅蛋白質。由懷孕直到依家，我每一日都會飲最少2包嘅魚世家有機滴雞精嚟補充優質嘅蛋白質。魚世家有機滴雞精選用嘅雞隻係冇抗生素同埋冇激素，而且佢哋嘅滴雞精呢係冇色素、冇香料同埋冇防腐劑，飲落肚俾 BB 嘅營養。雞隻嘅來源好緊要㗎，而魚世家有機滴雞精嘅雞隻來源就令到我好放心啦。而且佢係零脂肪、低卡路里，係補充優質蛋白質嘅同時，亦都唔使擔心會變肥。身體同埋 BB 有咗足夠嘅營養之後，就唔會覺得成日肚餓亂咁食嘢啦。到產後餵母乳，魚世家嘅有機滴雞精都係一樣咁緊要㗎。餵母乳嘅媽媽身體需要好多營養同埋優質嘅蛋白質，先至可以製造更好嘅母乳。與其不斷食嘢又真係進步，擔心自己身體會變肥，不如試一試魚世家有機滴雞精，就唔會有變肥嘅煩惱啦。而且佢嘅設計好方便，細包容易帶出街，即開即飲，方便成日都好忙碌嘅媽媽，適合懷孕又或者係餵緊人奶嘅媽媽，亦都適合想要身體變得更好嘅你。